乡亲啊，讲到婚林的土库，你会想到啥呢？除了百年饼铺的老店，除了美食当归鸭面线，即摆还有一个景点，互你可是学到甲达志，迄就是苦苦啊装潢。为2016年开始来规划，如今土库已经将做台湾发展苦苦啊产业的重要城镇。当地信用中心顺天宫的4颗练档，有真侪百年老店，是努力在传承佮创新，来打造上款的新光点。到底在地青年世代安怎联手再造家乡？山海之乡发现创新的系列报道，今仔日来去婚林的土库，来去看这个百年的历史小镇安怎反转全新的面貌。保留乡土的味道，做创生的话应该比较好做。出了土库，没有人认识我们呢。帮妈妈改变做法，打造一个土库的街区经济。我留在土库找城市光荣感。绕了一圈回来，就是家还是最温暖。桂天顶看落来，婚林头一座可可啊装潢，就亲像一座世外桃源。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可可农场，屏东适合种植。我们土库这边，我们可以融入我们土库的元素，我们可以融入我们云林的元素。巧克力它的变化太多了，台湾可可这个产业，我们是有机会的。2016年，为了就近照顾破病的爸爸，为了爱回来故乡的陈英和，唔捌想过当初买一块废弃农耕地，即摆正做土库地方创新的重要基地。如果说我们由土库来做起，来帮台湾的巧克力重新找回它的市场定位。我们台湾是全世界不超过10个国家可以从种可可树到做成巧克力的国家，所以说就像果这个在其他欧洲很多国家就没有，那也很多人没有看过所谓的可可豆，它的生果长得怎么样？这个就，所以这个就是可可豆。其实土库镇在日治时期，它是全云林县的商贸中心。离开快30年，每次的回乡，看到的就是一个凋零。不管留乡或返乡的年轻人，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怎么样安身立命，怎么样生活。1931年，伫咧土库创立，传承5代做面厂，细月倒落来分食，伫咧老厝漂洗记号，因对品质的坚持，头尾唔捌改变。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手法，就很简单啊，就这样子拿起来，然后绕一圈这样子而已啊。我妈妈在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个我妈妈的芊芊面，我回来接的时候也跟着我妈妈这样子做。上一代的就是只有原味的，然后他就 idea， 他就另外想说他要做别的，用别的像蔬果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也是做芊芊面这样。传承背后的意义，代表创新是真无简单的代志。我也是反对的。到现在还反对啊？我反对，有6个月的时间。会不会每天吵架？没有，然后他就每天就在那边规划说他要网路了，要怎么样？我说你不要在那边说白日梦了啦。已经汗流浃背了。做面厂第5代下古期，对突破传统的高难度挑战有真深的体会。然后奶奶就说，就做到妈妈没办法做，就修起来啊。我说啊什么？就听奶奶说了很多家里的故事，然后就开始有想法，但是没做法。我们在土库大家都知道，可是好像出了土库，没有人认识我们就算你做的再久，也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啊。
当初一定有很多种方法说服你妈哦。很多种啊，哭啊，吵架啊，他就在后面骂说：“哎，真到那霸王你，会不会在你手上就毁掉了？”这样的。用故乡云林的龙头山做原料，品牌故事翻转土库传统老店的保守意向。以前的土库是南北货集散中心，曾经的土库是小台北，非常非常热闹，也有戏院。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人可以什么翻转土库，翻转哪里，没有办法。渐渐褪色的蒙白色调，见证祥和北行过灿烂和精华岁月。我相信这是每个云林的小孩，就是从小就是只想要离开云林，对。每个人要都告诉我们，长大要去台北啊，去台中、去高雄读书，千万不要再留在云林，因为没工作机会、没发展。那我们就是觉得，其实绕了一圈回来，就是家还是最温暖。对。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孩子就是未来不会像我们这一代这么想要离开故乡。庙口附近的两间点心店，兄弟啊一人换一间。土库东归阿米线扛棒，是美食找出关键之。恁家同学家的鸭头啦，系鸭头是咪？啊，有今仔搞纯鸭头。你明仔载咱的土库消费店这记者会，你敢要参加？啊，你爱参加哦，你爱参加？好。吴立夫是在地旅宿业者，伊伫咧2019年提出土库国际学路地方创新计划，产业创新概念，都是街区的经济发展，用打造国际小店为首要目标。老师，你要带我们去哪？啊，我们要到我们土库很知名的秋山角咖啡，对，是我们年轻人很棒的年轻人开的。Hello， 阿哥 ，Hello， 法兰 ，Hello。我们土库消费券这个活动哦，土库的名店大家一起来参加哈，给你邀请好不好？今年几位课程家在咧疫情拖开的2020年回到故乡土库，翻转家乡的无忧，因为咖啡店的商业生存模式找答案。因为我们就土生土长的土库人啊，想到这里的年轻人太少了啦，就是没有一个可以聚集年轻人的地方嘛，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开一个咖啡厅，增加一些土库的新的样貌，这样走在路上就很少看到年轻人啊，都是阿嬷、阿伯啊、阿公啊，对啊，因为大家都外流了。过去20年，土库人口大量流失，就亲像台湾其他乡镇的缩影，老人人口比例升悬，社区高龄化趋势，和推动地方创新的脚步，袂当无紧加快速度。中正路和中山路是土库当年聚落发展最重要的2条街，而当地信仰中心顺天宫就位在最热闹的中正路上。透过在地企业整合店面，营造街区的经济活动，进而促成土库青年返乡的热潮。在不同的产业、文化、不同的景点，其实我们建立起大家能够开口说英文的这个习惯，那提供素材，让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还要说的内容。土库有得天独厚的老街，那100多年、200多年这些老街的这些庶民的产品啊。Hey, so this is the religious center. 这些小吃其实可以融合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社区英文的学习呢，非常好的场域。Introduce the cake factory. Okay. 创立1899年的百年饼店，是走读土库乡义计划头一个停留站。这是面粉，它有油有水，它这个是油酥。Then we have to combine them. Yeah, so we divide them in even pieces and then we combine them. 用开，然后再挤，就类似那个可颂。小店过去随岁月流转的分价，用英语来读老店故事，土库在地文化意涵，透过无同语言完整表达。蒜头饼，
So many steps. 里面有蒜头、糖 locally produced, the garlic. Okay. 用古早味去做饼店的历史。 This is kind of 无共语言的描述，互传统故事变更加趣味。 this is kind of garlic cookies.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or him? Very big, yeah. What that for? 状元拜相。 And we have the exams, and at the first place we call it 状元. Yeah, so this is the 状元. Yeah. Okay. All right. So follow me. Okay. So where we are now is the oldest street in Turku. It's called Zhongzheng Road. Okay. Yeah, so that is the name. Yeah. So that is the name. Third generation. 会搭车到店面，几十年的点心档，记录小店百姓食食文化。 看到迄叫一个奥多拜，这敢是迄第一代的时阵用的奥多拜，还是？奥多拜是阮家己用，较早阮搭款是推车，你就知影。 So it used to be a trolley, and they used to ride this, but not anymore. They are. 回美国来产者是清代政治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也是土库国际学历计划双语早读专案的英文老师。 Okay, so usually when students learn another language, they use it to understand other cultures. And what is special about this activity is that students can experience local culture with English. Okay, so this area is the religious center of Turku. As we can see, we have the Suntin Temple in the back. I come from Thailand. I live in Yunlin in Hubei, right? But today I come in Turku. I see a lot of different of culture. My name is Charlie and I'm from Yunlin. I'm going to show him the Angu Gui is very good and 怪人肉羹面. 庙口前的点心档，100年老字号饼店，拢是土库人深刻的记忆。土库镇的第一市场，日治时代第一批由日本政府募购市场。从小，我爸他在顺天宫，他是当庙工；那我妈是在庙口的第一市场卖面。好，我从小我出生就是在庙口出生。其实那是一个人文，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当可可啊庄园成做土库的指标景点，地方创新推手陈英和，嘛希望鼓吹故乡民众留落来，和土库培养相关发展和街区经济契机。不是买了东西就要离开土库，深度旅游、沉浸式的旅游人流一定第一优先要导入到土库镇。 50年的老农地华丽转型，成做在地重要地标。土库为繁华转做稀微过去，因强势翻转小店新模样。我希望我是个平台，用现代跟未来趋势的包装。回乡的年轻人，地方认同感一定要出来。我希望我毕业我就要回土库。土库小镇。 创生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大家团结起来，找到他们的地方认同感。我们下一个目标是要找回所谓的城市光荣感。代代传承的老店，要守不简单。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要把招牌扛在自己身上。对，会觉得现在压力很大吗？有一点。青年欢迎创业，打造城市品牌，注入一股新血啦。对，看可不可以征召更多年轻人回来。土库的未来，小店的创新议题，感动人心的每一篇故事，拢有人文的温度。